在伊的身上。是，伊就是21年前失散我的大兄。阿娘，点去！我的囝，毋是一个心胸手烂的杀手。阿娘，谁害你不啦？你这个不孝子！怕死，我这个不好你，我将你拍死！阿娘，你若拍死大哥。我问你，也如我教你，何怨心所处对杀，你不能办。对一个查某囡仔，你下毒气，你对杀如我是何理？你讲，你若讲得有理，我就饶你；若是无正，我是袂认你这个囝。你安怎？你讲啊！我是被逼的，被逼，是啥人逼你倒来杀死如我？讲，到底是啥人逼你的？是我。你，危险！你免搁再
这笔阵生，别怪你怪我。逼你家己的囝，就去杀人。是，那安尼，伊的所作所为，拢是你逼伊去做的，拢我逼伊做，这是为什么？为着我要活，为着要找找恁母仔囝，也阁有失散20多年咱迄个细汉后生，所以，我甲俊生拢无想要死。我袂明白，我袂明白你的意思。我只知影，天下的父母，无人会逼伊家己的囝，都爱去杀人。也只有我梅玉良一个人。梅玉良，你现在叫做梅玉良？阮爸仔囝已经改名换姓，我叫做梅玉良，咱的囝叫做梅俊生。为什么改名换姓？这你唔免搁再问了。为着阮要活，那安尼你，以后我会甲你解释，这一切拢是环境造成的。环境造成。对，就亲像如月，伊改姓姓白，甲白总兵共事，这敢毋是环境造成的？我娘，当时俊生来杀伤如月，误伤着你，伊才来发现着如月行程所挂的小伤，伊悲痛欲绝，暗暗来责备家己。伊情景故意来到这个所在，互如月将伊来杀伤。伊会安尼做，也就是要灭轻着伊心肝内的偏见。想袂到，如月在火龙洞竟然甲我谈起，所以俊生，伊才将小伤摕出来。若毋是东光武甲朱元新已经死，恐惊咱翁仔某、爸仔囝，也阁因兄妹啊，已经无烧日的机会啊！我明白，如月为着要替伊的养父洗刷冤情，曾经有数次去行刺朱元新甲东光武，就是为着这，你才会逼伊来害死如月的原因。对，这也就是我逼俊生杀如月的理由。如月。阿娘，我会记啊。阿爹，别玩啦，等下啦，别玩啦，等下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你啊，是做啰嗦的，你知影无？啊无啊，你到底有啥话要甲我讲？我无爱听，无爱听，你也是减讲几句啊？我要甲你讲的哦，是一件新的消息呢，你一定足爱听。那你啊，哪有啥物新的消息？哦，敢讲你有白衣同志的消息啦？白衣同志，哼，你规头壳
底哦，拢是恁迄个白衣同志啦。你若毋家己良心问看卖，我即个高不中的对你是偌痴情？啊那你哦是家己戆痴呆啦，自作多情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家己心甘情愿的啦，就亲像你咧对白衣同志安尼，嘛是自作多情。啊嘛是心甘情愿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莫搁讲这个啦。来讲一个新的消息，迄个一目的梅俊生啊，原来就是别女院的亲大兄嘞。哈？哦，啊若像你安尼讲的意思，毋就讲，迄个飞龙洞的洞主，就是甲白如月因老爸是无？是啊。安尼真好真好。那你安尼讲起来，毋就讲，啊，迄个梅俊生甲白如月两个是兄妹啊，啊，那这个代志就足好办的啊嘛。是啥物代志咧好办？啊，无你敢袂记哩是无？迄一天啊，就是这个白衣洞主，啊，就有这个客丹公主邱无兰交互咱对无？啊，咱去互梅俊生劫走伊啊。对啊。咱即马吼，就会当叫这个白如月去找因大兄嘛，啊，然后才就邱无兰甲伊放出来啊。你还阁无要放我走？我是带这个物件，甲你要换的衫来。你是拍什么家棍？到什么时阵？规家你爱我为止。那呢？你只有是家棍甲死。死！你毋通用死要来吓我哦！你是知影，爱是无少一切，就亲像你伫咧爱白衣同志迄一款。你竟然敢知影？为什么要安尼对待我？我甲你并无仇恨啊！为着要杀白衣同志，报我一案之仇，有你伫我的手中，毋免我去找伊，伊自然会来找我。什么？梅俊生用你伫无电影，你决死死？是，也是最后的2天，2月15。袂用嘞！你袂用甲伊决斗？为什么？为着我以后求你，你莫起哄。你是惊我败在伊的手头？伊已经连胜2分7绝的剑法，厉害无比，恐惊你毋是伊的对手啊！就算讲伊连成2分7绝剑，我也必须要来去试一个关键。我不爱你轻易去冒险。主管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败在伊的手头。我嘛袂用诶，你轻易去伤伊。为什么呢？罗源，看你今仔日的心情，好亲像变的。昔日你甲梅俊生分你入骨，安怎今仔日你叫我毋通去伤伊呢？是毋是？伊前日互你杀一刀，你满无受，已经小路心。心，如今2个奸贼已经死，阮求你，予伊机会来重新自个人。你小小叫我将尊心了，话中只有气气哦。事不解，无明啊奇妙，亲像这种恶毒，岂能轻易了？
原谅恁是啥人做不幸啊，如愿久啊，都会泪不停。如愿，你今日的说话太伊会甲我，记的有缘若是。我太伊会甲你结冤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当然唔知影，所以我要求你，莫欺负摩天岭之玉。不用的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真心答应我要求？除非你讲出理由来。好，我甲你讲，梅俊生，就是我21年失散的大哥。这就是你。你若来台死，敢讲，我可用去嫁予一个害死阮大哥的少年心。我无杀，必然来杀我。所以我要求你，莫有摩天岭的约束啦。会用的，除非交出手无难。若无我敢会准相，这场的决斗绝对无法度通票面。少年之后，都会当过着安宁的日子。无想到你又要搁去杀人，又要搁互阿娘伤心。阿娘，你还阁有啥物话通讲？当初是恁老爸逼你杀人，是朱元新逼你杀人。现在朱元新已经死啊，还阁有啥物人通我逼你？你讲啊！第一当主是我要杀的最后一个人，伊若互我杀死，以后我就袂搁再杀人。你敢知影第一当主是如我的恩人，也是如我将来要依靠的人？为毁掉我一个目睭，伊敢自首，非报不可。敢讲你无顾恁小妹的将来，无考虑恁小妹伊会伤心一世人？伊会恨你这个伤心的大兄。阿娘，好啊，听阿娘的话，摩天岭之约，你千万袂用得去的。你若要去摩天岭赴约，你就毋免叫我阿娘，我会当作无你这个囝。阿娘，就算讲我无去赴约，白衣当主伊也会来找我。伊袂来找你。如愿，大哥，白衣同志有答应我，伊袂甲你决斗。安尼上好。俊生啊，你有听见无？伊真是安尼讲。是，但是伊爱大哥你交出客丹公主手无兰。俊生啊，你都将手无兰交予伊，安尼就无代志啊嘛。白衣当主，伊也太狂妄。阿娘，为着小妹，我会用的一眼之手放弃。但是叫我交出手无难，
伊绝对免想。大哥，你老官，为着你，我会用个答应我太白公主，但是你免搁再讲。回来！白衣公主非死不可。阿爹，尊兄，你太白公主有几成的胜算？阿爹，我已经练成对魂七绝剑，杀你白衣公主，我有8成的把握。无天命之约，你要如期赴约，一定将白衣公主置死地。